巨型康熙，如今竟成新城廣播 CEO。53歲嘅馬浚偉再次顛覆大眾認知。呢位 TVB 男演員出身寒微，卻一路奮鬥。48歲北大畢業，51歲成為公職人員，更喺1年內考取20幾張證書，堪稱披荊斬棘嘅哥哥。或許你對呢個名有啲陌生，但係一定睇過佢演嘅戲。喺陳小春版《鹿鼎記》入邊，佢係最靚仔嘅康熙小丸子；喺《洛神》裏邊，佢係才高八斗嘅曹植；喺《帝女花》入邊，佢係痴情可愛嘅周世顯；喺《金牌兵人》裏邊，佢係風流儒雅嘅全家福。TVB 黃金年代，馬浚偉穿梭於古裝劇中，塑造無數才貌雙全嘅才子形象。呢個係佢演藝生涯嘅高光時刻。但真正令人佩服嘅係佢喺鎂光燈之外嘅人生。幕後嘅開掛人生，當人哋爆紅嘅時候，選擇享受名利，佢卻悄悄開啟第二人生嘅修煉。2013年，佢創辦青少年藝術教育機構，親自授課，親自帶學生，不為賺錢，只為扶持新人回歸行業。佢更加成立公司，撰寫劇本，執導話劇，每個項目都大膽啟用新人，為後輩創造機會。因愛飲咖啡，佢花1年半考取20張咖啡師證書，更創立個人咖啡品牌，將愛好變事業。2018年報考北大光華管理學院 EMBA， 人哋為賭金，佢真係讀書。48歲成為北大碩士之後，又赴香港浸會大學攻讀中醫，自修《黃帝內經》，攞下 A 等嘅成績。2023年嘅11月，51歲嘅佢出任香港文體局公職人員。2024年初加入新城廣播，唔到1年即係升任 CEO。從演員、導演、咖啡師到北大碩士、公務員、CEO， 馬浚偉用實際行動證明人生冇唔可能。從演員、導演、老闆、咖啡師、北大碩士、公職人員、CEO， 被問點解咁拼搏，佢回答：只想彌補兒時被迫放棄嘅夢想。喺紙醉金迷嘅娛樂圈中，佢始終特立獨行，唔追名逐利，重視過程勝於結果。佢唔喺巔峰發光，卻喺歲月深處持續發熱，活出冇遺憾嘅人生。多謝收睇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發掘更多精彩內容。下次再見。